粉应该挺好吃的。感觉好好吃啊！哎，张小鱼呢？怎么没看见他呀？还冷战呢？冷战早就丢我矛盾了好吗？不至于吧？方总呀，方总，哎呀，今天怎么这么美？谢谢啊。这位是我先生啊。老公也太帅了吧！就是啊，这颜值简直秒杀韩国欧巴。原来是家里有男神啊，怪不得都不跟我们出去玩。哪有那么夸张啊？来来，喝一杯。冰的，少喝点。哎呀，好羡慕方总，老公那么帅，还嘎体贴呢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他那高啊，说明你有魅力啊。各位美女，初次见面很荣幸，我敬各位。干杯！林总，快来。杨总，哟，林总，你今天可是艳压群芳啊！方总又开玩笑，今天艳压群芳的只能是舒总。又在背后说我坏话？没有哪有啊？正在夸您呢。都准备一下吧，啊，马上开始了，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遗漏。你穿裙装也很美啊，以后可以经常尝试哦。这件不错，大气。真的，相信我的眼光。哎呀 ，Jackie 啊，年部总会的大奖，配你这身刚刚好。什么？打开看看。这是总部请的那个珠宝设计大师 Torres 的限量版，太珍贵了，舒总，这个我可不敢要。合适的东西呢，一定要配合适的人戴。跟我还客气？来，我给你戴上。啊，来嘛。好吧。你那个是男朋友吧？好像看起来年纪比你小的样子，但是很帅。你也觉得不合适吧？是比我小，回去我就跟他分手。开玩笑，我不是成了棒打鸳鸯了？真没开玩笑，比我小好几岁呢。我也真是觉得不太合适。这可不像我认识的那个 Jackie 了，大大小的，管别人怎么想的，自己喜欢就好，这才是真女王。胸针好美，谢谢舒总。Hello， 各位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晚上好。我们 SW 自1916年诞生之日起，就一直致力于为女性朋友们带来奢华享受，探索永葆青春的奥秘。我们 SW 旗下的博雅，这胸针好别致啊！作为护肤界的殿堂级产品，而博雅旗下的铂金。林总戴的胸针不是上次舒总获的大奖吗？不错，限量版呢。首次进入我们中国市场，已经引起了极大的反响。借此机会，我谨代表我们 SW 的全体成员，感谢各界朋友多年来对我们 SW 的支持和关心，谢谢大家。大家请随意啊。
小鱼，觉得孤独是吗？成功的道路上会有暂时的孤独，但是等你当上一部的总监，好朋友会多了去了。咱们是不是就直接回家了？但是吧，就有个小问题。就是我吧，那个从小也没见过那么大的世面，所以刚才呢一直有点慌张，所以导致我一些重要的事情没有办成功。说重点，你想干嘛？上个厕所。去吧，快点。好的。小屁孩事儿真多。我先不跟你说了。林总，您好，您还记得我吗？晨报的丁丁，当然记得。你好。哎呦，你好，您记性可真好。不过我从晨报走好几年了。啊。这个是我现在的名片。副主编。啊。祝贺。谢谢。我想给您做一篇专访，不知道您什么时候有空啊？不好意思，我从来不接受专访的。林总，我觉得啊，构建个人形象对品牌宣传也是非常重要的手段。而且我们 Lady 是非常专业的时尚杂志，您不考虑一下吗？抱歉啊，那个再联系。哦，好。什么事？宝贝儿，回一趟家吧啊！我知道你忙，可就是爸妈真的想你。钱又花光了。妈妈最近不大好。哪方面不太好？那个男人不在的时候不太好，不是你的常态吗？我回来有用吗？你就这么绝情吗？我病了，要死了，你都不愿来看我一眼吗？病了就去医院，该住院住院，该做手术做手术。需要多少钱你告诉我，我打给你。突然有一个人生感悟：人这一辈子啊，可长可短，但是过得怎么样呢？其实是靠缘分决定的。有些好的缘分来了，那当然是好；但是有些坏的缘分，既然来了，也不用仇视它，把它交给时间，说不定过一段时间，它就变成好缘分了。你偷听我电话？没有，听全几句嘛。你妈这个事儿，这件事情我最好的朋友不会也不敢跟我提。不提。我只是希望你每天能够快快乐乐的，少一点烦心事儿。就这样。我快不快乐，有没有烦心事，一个邻居很了解吗？说到邻居，明天早饭是不是该 AA 呀？要是不 AA，我请得起。谢谢。
就完了？怎么也得说声晚安啊！你去还车，产生了任何费用，可以回来找我报销。用的什么香水？你很懂香水，懂衣服，懂女人。都不懂，只想懂你。今天的戏演完了，老老实实做回好邻居。我不，我要做你最忠诚的备选。喂，瑞瑞，我知道你在听，你还生我气吗？他刚吃药，才睡过去。所以你就有时间给我打电话了？我们能见面聊聊吗？不能。我想你，我想见你，我心在很痛苦，很难受。我妈说的对，说我这件事太自私了，没有考虑家人的感受，也没有考虑静静的死活。万一还有个三长两短，我的下半生。可是我又那么爱你，17年了，我一直爱着你。这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更加确定我爱你。可是怎么选啊？这事儿太难了，太难了，我他妈该怎么办？别哭了，王爷。我们现在是成年人了，我们除了会表达自己的情绪以外，应该更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。所以我目前能想到的唯一的办法就是，不要再联系我了。龙发的合同跟得怎么样？我待会儿就去温州。不签下来合同，不回来了。林总，您今天的 schedule 已经放在你的日程表里了，需要我先提前跟您对一遍吗？好。
20分钟后销售例会。这个季度的经销商会议给您定在上午10点半。下午2点市场部协调会，下午3点青岛春天百货的倪总会跟您开电话会议。Lady 杂志的专访给你安排在了下午4点半。什么专访？丁主编跟您约好的。我没有约过什么专访，推掉。是。等一下，通知那个丁主编把时间改到4点15。是。苏菲，老板，福瑞的合同会比较麻烦，保持和总部的联系，随时提供数据支持。OK。我出差这2天有什么问题找肖文汇报工作。老板，您这次去青岛几天啊？难说。青岛的事儿如果顺利的话，我顺便去见见大连的代理商。好，那我随时 email 给你。去忙你的吧。感谢您乘坐里程专车。谢谢。文总。你爸给我打电话，说要约我谈股票的事，你说我是去还是不去呢？坚决拒绝。你把我爸拉成广告黑名单就行了。不好吧，这样不太礼貌。改天我请你吃饭，面谈。在这之前，你不许见他啊。那就今天吧，我们今天谈清楚，我先去接你，你把定位发给我。接我？行啊。温州。林总，汇海中心那边变卦了。说公司高层最新指示，1楼的主力店要重新规划，这个位置现在已经给别人了。谁？艾雅。什么背景？苏州艾雅贸易旗下的集合店，一共经营23个化妆品品牌，其中有10家3线、9家2线，还有4家1线，谈的都是保底分成。知道了。有个事儿，需要您帮忙。服务员，1杯啤酒。谢谢。苏州艾雅的老总尹力，他本来就是温州人，以前在温州的商业圈那可是赫赫有名啊。他在汇海的关系是谁？汇海的招商副总吴波，他们2个今天打了1天的高尔夫。我要的是干货。涂总，咱们的代理续约合同我已经带来了，您看。这个先不急，我先问你个事儿啊。嗯。就是我说那个自主宣传那事儿，
你们林总答应了吗 ？SW 的市场宣传都是由总部直接策划的。我们 SW 全国一共有100多家代理商，无一例外。但是呢，林总他说了，销售费用他给您上调2个百分点。涂总，我敢保证啊，这样的待遇，涂总您绝对是第一个。你们还是没弄明白。我问问你啊，你说是你们了解温州市场，还是我们了解的？那我要这个自主宣传这个权利，为什么呀？不就是为了更好的带动销售吗？你说每年任务那么高，压那么多的货，压力在哪儿啊？不都在我们代理商身上？你知道吗？涂总，您说的我都特别能理解。但是 SW 是国际品牌，它所有的流程和规定都是由法国总部来定的。温州的市场很复杂，竞争特别的激烈。你们要是不给我这个权限的话，那我真的是没法干了。哎，要不你去打听一下 ，LD， 人家的宣传就是给代理商做的呀。但是这是我们的极限了。涂总，您想一想啊，我们 SW 全国一共有100多家代理商，我要是给您开了这口，到时候不就全乱套了？也行，这样啊，如果你们答应我这条件，这字儿我马上就签。如果不行的话吧，那个再等等。涂总，温州可还有好几家代理商在等我。张经理啊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啊，我代理 SW 的时候，苏婉婷你们苏总也就你这么大，你现在跟我说这种话，没有我涂金虎，你们 SW 能打进温州市场？涂总，您别生气。您看我吧，我就是小女孩，然后年轻说话不好听。这样吧，我们可以好好谈。说，怎么会这样？行，我知道了。我该说的已经说了，你也明白。这样，你回去跟你们老板好好谈谈，谈好了过来找我。怎么回事？明明跟刘行长谈好了贷款1个亿，怎么说没就没了？是分行风险评估部卡住了，说我们有关联担保，风险太大了。都看见了吧？啊 ，SW 代表已经都到了。你说续约合同一签，那货款就得付一大笔。老王，这账扯得过来吗？别说货款了，温州大仓的工程尾款一拖就几个月，那帮承建商天天堵我，再不付款要出大事儿。给费总打电话，谈路口的事儿。SW 承诺20%的扣点，足足比爱雅高出了5个点。重点是，我们上不封顶。看来林总非常有诚意。不过招商的事儿啊，我们招商部呢有自己的评估体系。爱雅无论是从品牌数量还是定位，都跟我们公司呢特别合适。我们请了泛美咨询，对温州市场做了大数据的分析，量身定做了方案，包括你们的终端设定建议、进货建议，包括促销建议，我们都有具体的实施方法。不愧是国际大公司啊，做事就是严谨。既然您这么认真，那我也就有话直说了。爱雅不仅有彩妆集合店，还有5个服装品牌，我们不可能放弃这么多家店铺啊。吴总舍不得放弃的，应该不是这些吧？如果你们季总裁知道吴副总的爱人在爱雅有股份，我在猜他会怎么想呢？
林总，你准备合同吧。我带来了。龙发不让步，不肯签合同。就那个涂金虎，他借我出差躲了我整整1天。现在那个合同期限只有72小时了。别着急，小鱼，我马上给费总打电话，给他施压。要不这样，我去找其他的代理商，咱们做个 B 方案。要不然这个合同中断的话，总部是会问责的呀。你要相信我，给我1天时间好吗？行吧，我信你，方总。嗯。说，苏菲，仁泰百货的事儿，你向肖文汇报吧，我马上飞大连了，不说了啊。喂，方总。我知道。龙发同意签合同了。太好了。涂金虎这个败家子儿，龙发早晚得败在他手上。谢谢王总。汪总，您这日期好像写错了吧？您看一下，今天是17号，您这写的是18号。不是小姑娘，你到底懂不懂怎么做生意啊？17这么不吉利的数字，也能写在合同上？不就差1天嘛。再说，这合同是要盖公章的，你还担心我们龙发会赖账不成？对，方总，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。18这个日期吉利。18，您看啊，18，一发，我们一起发，一起发。好了，谢谢王总。董东，通知宁波大仓、温州总代的货，今天立刻发。行了，这些货放到3号柜台。搬的时候慢点儿。这还有几箱？哟。有事请奏，没事退朝。你这余恨未消呀！啊，不是，
咱们俩到底谁欠谁的呀？我干嘛跟你鱼横眉笑呀？有事说事吧，我现在正忙着呢。这不是考虑到上海人民太想我吗？我回来了。是不是又考虑到某人太小心眼儿，爱记仇？今天晚上决定请他吃个饭。这个可以有，但是你得先攒着，我今天不行，我在温州呢。啊，那就算了，那我就跟马晓峰一块儿去吃了。哎，别，你赶，你必须得等我。我明天就回去了，明天晚上我把地址和时间我发给你。不是，你蹭个饭还这么牛啊？那必须的，哎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啊。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明天晚上见。我有电话进来了啊，拜拜。行。哎，小李。哎，张经理，涂总回来了，他请你现在到他办公室一趟。合同也签了，货也都发过来了，你突然告诉我要解约？我也没办法呀，我公司让人收购了，我说的不算呐，那大股东说的算。不是涂总你，行吧，等着手律师函吧你。张经理啊，你要说到法律，我多少懂点啊，我现在就能告诉你，就你那合同无效的。这合同我们双方都签字盖章了，你说无效就无效？汪总昨天就被开除了，你这个合同是今天生效，所以汪总没有任何权利代表我们龙发签任何合同。那这公章呢？也是假的吗？不假。龙发商贸有限公司新章，就你那个，2月前作废了。你的意思是，龙发要终止代理合同？对。林总，谢谢你对我的信任。是我应该谢谢你选择我。拼能力，拼担当，拼职业素养，这是我。懂职场明暗各种规则，也是我。我林睿就是这样的人，跟不跟，你自己选择。你刚刚没有把话说完，我想听完。小鱼，你知道斑鬣狗和狮子的区别吗？
斑鬣狗会杀掉100多只瞪羚羊，只吃掉其中的10几只。而狮子呢，它只会捕杀够自己饱腹的羚羊。弱肉强食是丛林生存法则，但是不饿不食，不食不杀，也是丛林生存法则。狮子和斑鬣狗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底线。我要做的是狮子，为了赢，我也会使用手段，但是我绝对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，这就是我的底线，也是我和方静的区别。跟或不跟，你可以回去慢慢想清楚，明天再来回答我。我跟。为什么这么确定啊？我要把你扣掉的那些奖金，全部都从方静那夺回来。算是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。这一战我们赢了。温州地区的货发过来了吗？我看到你发一路顺风的朋友圈，我就知道货海中心的合同你搞定了。我立刻安排发货，已经到了龙发的仓库。林总，我敬你，祝贺我们的林总攻克汇海中心，拿下了浙江直营的第1站。真有意思，单子丢了还有心情喝庆功酒。单子丢了，不是拜你所赐吗？小鱼，好演技。我亲自找过张小鱼，让她来我这儿的。我把林潇潇的背景告诉了张小鱼，她当时很不开心，立刻去找了林睿，林睿也认了。第2天，她就跟林睿吵了一架。昨天她打电话跟我说，温州龙发的合同搞不定，所以才决定跟我。如果是这样，倒也有可能是诚心的。我很好奇，你就不怕小鱼的演技不过关被我看破？你看不看破，都会破坏龙发的合同。这件事情无关演技，关乎人性。林睿，你真的是双商在线。可是你的对手，比你预料的略微聪明那么一点点。你们真的以为我被蒙了吗？本来我也是信他的，但是他拿着龙发来做理由，反倒让我起了疑心。林睿一直不满龙发，碍于舒总的面子，不敢动手。或许这一次，他真的急了，就想以牺牲张小鱼的办法甩掉龙发。或许，他就是想让张小鱼假装投诚，借我们的手，促成龙发主动解约。依我看，肯定是第2种。不管是哪一种，我都愿意陪他玩一局。我挺佩服你的，别人都认为你是猛张飞，幸好我不这么看，要不然这一次我真的要掉进你们师徒俩的无间道了。方总觉得你真的赢了吗？小鱼，听方总讲。从一开始，撬动屠金虎的关键就是费总。可惜啊，你们忙着作秀，忘了，或者说还不了解，费总在这盘棋局里究竟是怎样的角色。泡茶，这2年你泡茶的功夫越来越好了哦。还不是跟您学的呀，费总，您血压和血脂降下来了吗？都2年多了，早就好了，你还记得？那当然了，您要是下次来上海不联系我，我真生气了。路过，谈点事儿，明天的飞机。限量版4号给嫂子的。哎，这么客气干嘛？说吧，什么事儿啊？
只要能做到的。温州龙发您知道吗？温州龙发，嗯，那涂金虎以前跟我混的。有件事想跟他们合作。巧了，只要你帮我一个忙，这件事情准成。啊，什么事儿？您说。收购龙发。如果收购成功的话，龙发的事儿不就是我说了算了吗？您的业务在福建，收购龙发，边际成本高了点吧？福建现在的市场已经趋于饱和了，而且正处在瓶颈期。龙发这2年扩展迅速，在温州已经吃下了1半以上的化妆品经销商了。收购龙发，打通华南、华东市场，您的摊子铺到全国就快了。可是，涂金虎这边不愿意出让他的股权，有点麻烦呢。龙发一口气开了20家门店，又巨资修了温州最大的物流货仓，资金链极其紧张，还不愿意融资。龙发是涂金虎的心血，自然他不会公平转让的。除非他的资金链断了，而且融资只能是您。